讲到这个风台，这家人共款是透风落雨，加上进前这山道至风台这海科馆附近的山架也规个放落来，边仔步道有受损。海科馆也对明仔载开始呢，甲这东边西边的望悠国步道封起来，明年9月这改善工程完工了后，再来重新开放。讲到这个风台呢，这家人也有货柜场的货柜，互风吹甲连落来，也若这市区的树啊，也有倒去，拢有随派人去解决咯。那个家人爬斗啊，有名的景点望悠国步道西边的入口已经封起来，因山道是风太大雨，造成当地的边坡出现大量土石放落来，步道和设施拢损坏。海科馆请厂商用空箧机来箧，推高放落来的面积，长度差不多100公尺，宽度差不多30公尺。除了成程度一寡土石，因为安全的考虑先封起来，特别对中部来家人观光的游客讲真可惜。因讲后山迄边有放弃啦，进前是无开放。因讲为后山遮会使行一个环海啦，真可惜着啊，真可惜，来到遮看袂到啊，系啊。会当过看到家人苏比景的步道东边的入口，受到0.03大地震的影响，真侪所在拢有被碰。烦恼讲山区干雨水，较会发生边坡出去的情形，车子嘛做伙封起来。暗算明年9月正式完成，才做伙开放。步道入口的停车收费台嘛，因为空地受损，即嘛工程人员当在抢修。屋顶都被掀开，然后小飞机就进水了。先要判断说到底是哪边已经损坏了。台风过后，就连同整条万华步道一起封闭整修。东边的就是万华步道这边哈，就是白楼一这边已经发包了。西边这边其实预算已经报上去了。江大烧过的嘛，造成有货柜场的真侪货柜，互透风吹到东倒西歪，场风只会当较紧复原，一台货柜车一透早只会当伫场外伫等待。即摆拢冻掉，无法度入去哦。伊个货柜拢倒落来啊。空气扫过去，互家人市区规个密密麻麻，真侪路边的树仔风吹甲倒去，中嘛造成交通断去，搁有树仔是规丛风挽起来，甚至去撼着车，造成民众财产的损失。家人市政府嘛积极在抢修复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